先开始来看气象署指出，明仔开始冷空气增强，刷来华南的云雾系会往东边散，所以到过年初一一礼拜六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哦。初二礼拜日才会开始好天。东北季风来，大台北地区自拜二开始感觉会冷，一若拜三年假的前一天，冷气团向南边散，再加上华南云雾系向东边散。 天气的湿固定，一直到正月初一。在这段期间，若是温度加水汽有配合，关山可能会落雪。在中部以北3000到3500以上的高山，如果温度跟水汽有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下陷啊，然后雾凇，或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下雪的几率。气象署发低温特报，自拜三开始，各地低温有可能降到10度。一若过年前一天到过年暗。 冷气团发挥，再加上全台湾拢有雨，各地是湿过冷的感受真明显。自初一了后，雨会较细，初二到初五，大家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伫过年期间，先是湿过冷，要转做大冷，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年初一的深夜到年初二的清晨，以及年初二深夜到年初三的清晨这几天因为受到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以及辐射冷却效应双重影响之下，目前看起来台北气象站预估有9度到10度的低温。气象专家预测讲，伫过年年节的前半段，冷空气强度可能越滚，强烈的带着冷气团，尤其是正月初一半暝到正月初二的透早。 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有高伫苗栗以北较空旷的所在，有可能降到7度或者是更较冷。拄好是初二传统，嫁出去的查某囡仔爱转去外头厝，并从上南往北，才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